年母。这死人啊！这也叫因兜，算甲无爱转，嘛无想一个办法叫因兜斗阵。哎，伊即马转来，我都无望啊！水冲啊！哦，阿叫，请来这，请来这坐。这，好。你免紧是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随好啦，随好。哎，这啦，这。哦。坐啊，你坐啊。来坐啦，来。安尼你来，有啥物过事啊？我是昨天来甲你讲，顺昌因后要住在阮兜。顺昌伫恁兜？毋过顺昌讲是你答应要互伊住在阮兜呢。对，是啦。恁弟啊，这个死因啊，比恁爸搁较好。顺昌讲伊要住在阮兜5天10天，你拢肯答应是？对，是啦，伊住恁兜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我唔知啊，会真麻烦你无？毋过囡仔爱读书，我是惊伊讲住在我遐较无方便呢。嘿，方便啦！顶下你嘛甲我讲过，要安怎教囡仔？你知影我是一个粗人嘛，我看到顺昌我就想要拍伊，我就是惊拍惯势啊，惊伊拍伊就会走去。我就是无一个某斗相共啊。若是讲顺昌啊有好气，有你这款的阿母唔知偌好咧。阿叫，你一个人饲2个囝，嘛真辛苦吼。那毋过你有想过？我已经决定，我一世人袂搁再结婚。你平时教我要安怎教因啊？你知影，我是一个粗人嘛，我安怎教嘛袂晓。顺昌也真介意你，我就想吼。若是讲你来照顾顺昌啊，是上适合啦。拜托一下，算救顺昌一个无老爸的囡仔。你管教一个囡仔，责任是真重啊！我惊伊讲，万一如果……我是真心真意的啦，斗骹手者，好，拜托者。无我再去考虑一下。我总算是有一个家己的囝。哦，我今日来甲接回来。加一张细张名称，是要用啥困？晴天啊，阿姨带你进来哈。先生，你无愿意阿姨甲你照顾吗？唔是啦，阿姨，我知影你对我足好诶，但是你兜有阿婆、阿叔、
阿静，阁有足侪人呢，我惊因无爱我。你囡仔人想啊，这要创啥？是阿姨照顾你，还毋是因照顾你啊？阿姨，我惊你歹做人，安尼我就就歹势啊。青田啊，我想袂到哦，你年纪遮尔啊细汉，就照到替别人想哦，啥物拢替别人想到好势好势。安尼啦，即摆换阿姨来甲你照顾，吼。阿姨，我不爱做一个无路用的人，我不爱规工食阴饭，我袂。哇，我知影你要啥。吼，安尼好，无你对阿姨来卖鱼，甲我斗相共，安尼好无？真正哦，我真正会当甲你斗卖鱼哦，就好诶。好，安尼咱即摆会当行袂哈？好，今摆我甲你爱。别，我家己会当行。像我先甲你穿鞋啊，一下，来，先穿一下吼。好，快点来了吼。然后，来，我带你看。阿姨，啊，我家己会当行啦。你家己行，无你小心哦。讲你家己会当行，袂严一啦。阿姨，你莫甲我吵啦，我会家己练啦。好啦，我家己行，然后哦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过引起阮暝日操烦一阵一阵。伊是歹开的。我懂。伊叫做千田，我甲伊带转来。会啊，你要带人家转来，毋着甲我讲一声。慧玲啊，去摕碗碟过来。我小人家食咧吼，要去赶火车吼。歹势吼，啥人开上厝下吼？啊，你哪会遮老客？本来就是安尼，我无要替人伺候人的啦。千田，计较东计较西，你加添一个碗碟，你就会减一块吧。要摕你家己摕啊！文仔，免啦，我家己来添就好啊。你家己坐吼，妈妈来提饭互你喝。妈，我无爱家己坐啦。你伫咧创啥？你甲我坐来。这个无遐呢，无啊，你大声细声嘛，囡仔要创啊？这点仔礼貌都无啦，互你伤害了了。哎，我无怪你，你电脑来怪我哦。你啥？你想要冤家哦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咱好好食一顿暗饭，安尼冤家路坐，你成什么体统？啊，彩花啊，啊你嘛小鸟，要带人家转来，毋敢参详一下。千田，千田，你过来。有菜回来伫遮，你啥物拢免惊，大家好行过来。
玲，无同。今仔日我毋是干那带青田，转来食这顿饭尔，我阁决定要舞养青田。半边月引起阮迷日草烦一阵子，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阿母，文才，月玲，无同。今仔日我毋是干那带青田，转来食这顿饭尔，我阁决定要舞养青田。回家。我来无自己想一个看上囡仔，哎呀，自然有拍算啦。别样，我要来甲你看。这顿饭食了才拍。这个你真是阿妈姐哦。报同啊，莫食遐济啊啦！啊，今仔这个菜吼，无代无志，搁加两个人来食，哪有够食啦？你若搁食落吼，人别人就无通啊食，你知无？我袂食饱。你若无食饱吼，小童阿母吼，煮猪脚面线甲你补一个，较莫在遐吼，甲无人教识的囡仔拄啊抢菜，知无？啥物是无人教识的囡仔哈？哎，啊是啥个囡仔无人教识，就是无人教识啊！我无讲你的啊，你是咧大声细声啥？报道，叫你莫食是搁食啥啦？哎呦，啊你若无摆卡是食骹要创啥？呀，莫食啦！快点，人讲食骹无骹呀，骹无长行无看是你好好食。我要你说哦，你嘴，阿母，你讲我英啦，你个什么态度咧？你个阿平你一个啦！哦，我连你无需要这尔刻薄嘛？你哪着用话安尼口水一个囡仔要做啥物？当我饲青田，也毋是要开伊一角钱啊啦，对无？你哪着用迄款态度来对我啦？你莫讲我应啊啦，我知啦。无啦，你唔知影啦。我饲青田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去开着好价的1仙钱，绝对袂开着好价1仙钱，也袂去占好价1点仔番薯嘛。好啦好啦，咱莫讲遐济啦，哎，知啦。无啦，阿母，我无讲你唔知啦，你拢唔知影青田偌可怜嘞，伊自细汉吼。就对迄个歹心的摊主，安尼死价卖价流浪，才足济的可怜。啊，即马你看迄青田的脚已经败去啊，变歹脚，伊的头拄怎甲伊放屎？你看看伊，啊，搁遮尔细汉，啊，搁歹脚，伊家己是要安怎活落去啦？敢讲咱做大人的人，一点仔良心、一点仔爱心都袂当有哦。是啊，我了解，你免讲啊遮直白。阿母啊，我毋捌生过囝啦。我也毋捌做过一天的阿母，青田也毋捌享受过一天的家庭的温暖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互伊安心，我要甲伊抚养，我要互伊以后，拢毋免搁再出去流浪。啊，青田，妈妈，哎，我真忝，恁慢慢啊食吼。阿母啊，阿母。阿妈，拢是我唔好，我走好啊。青田，你讲这啥物戆话？既然你叫我妈妈，你来跟我大做伙啊，对无？你做你吃，你做你吃。阮知，平常时咱两个上该有话讲，对这样的代志，你看下安怎？是，我赞成。你既然甲要收养青田啊，你做你甲收养，互伊安心大来，那这我支持你。阮知，多谢你，你对我上好。阮知，来，紧嘞，甲阿叔多谢，甲阿叔多谢。多谢阿姐。莫，你坐。大家有礼貌。坐，做你免客气。以后啊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吼，你安心啊做，做你安心啊做，知影无？啊？
人去破茶，看下阿姐来破了。免啦，我永远无代价。你看我破安尼对无？我来真好，老囡仔搁真骨力啊！多谢阿姐。我跟你讲吼，你若忝你烫咧，等阿姐比起煞再来破，吼。好。你也晓泡茶哦？好耍诶，我也袂。不使啦，啊，我这是咧做工课呢，你去边仔佚佗啦。不使啦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我心肝谁甲破断去啦？是的啦，是我破的。你要破才会用伊，连我心肝你也甲摕破破掉。你看，我宝贝孙仔伫咧遮呢，你惊差多安尼乌白飞，万一若去扑着要安怎？你敢长担袂起？你背会起无？哼！你安尼哦，比宝堂啊较济岁，你是袂大尔，你莫做好模范互伊看。是的啦，阿妈。免叫我阿嬷，我长担袂起。你看你啦，连心杯你都敢安尼破断啊！哼！啊，万一性命若怪做了，是要安怎？无人教死的囡仔，唔捌规矩。阿母，清田衫唔对，你就莫去。想要问一下心灵，阿达，先不要破断去，但是要安怎？宝堂，你老实讲，迄个新杯是毋是你破的？唔是我啦，要你讲白惨。啊，清田啊，你破茶，哪有迄个无代无志去摕迄个新杯来？你甲我讲是毋是你？头壳打起来，目睭看我，是毋是你啊？唔是我啦，是新田啊！我看到伊摕阿妈上尾来破啊！唔捌你讲老实话，所以你别甲你站，你才会讲老实话是吧？所以你别起来，是不是你？你看我，你个人讲白惨。阿妈，我进来啦，阿爸要我怕死啦！做歹人做人做啥？你是暴力。快点别啦，快！阿嬷，互你看我，免惊。那你是咧笑呀？你看火大呀？哈？迄新杯就是伊破的，安尼讲白惨啦，我来甲教死。嘿，你通讲歹去哦！新杯明明是清田啊，讲是你家己破的，哪会讲是恁囝啦？你哦！迄是清田啊，替伊伫咧担啦。你若饲掉大汉，我说袂了解上。哎！你安尼逐项拢为别人啦，家己囝仔破甲安尼啊？你是要困大成家哟？无啊！你看我损失多一点点袂顺北了。阿母，你想问我今日点要教是，互伊讲老实话。你想，你你若自细汉到大唔捌讲老实话啊，以后大汉看要安怎？我今日一定要叫伊讲老实话。啊啦！你就是抓我去讲白头上了不起，啊无你害着别人啊！你规工吼，刚才要甲马眼拍拍啦，你敢捌甲听过哟？都是阿恁的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讲个拍阮宝贝孙仔吼，你莫叫我母啊啦！好啦，
为伊啊，以后大汉啊做些歹代志都袂有啊。你才啉啊！看来我先啊。伯伯真的，我还转嘛，我还阿妈看嘛。你快点叫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靠身哦。